快洗一洗，快洗一洗咪，杜仔就快買餸返歸。係啊，杜汶澤表面身份係一個演員，實際上佢係一個廚師。好好味啊！咁又唔好咁快講定先，起碼都要睇過佢嚟緊喺奇妙電視個節目啦。目名叫做杜汶澤食住上。事關近期頂爺妻子的臉好受歡迎噶嘛，嚟緊5月中開台嘅奇妙電視都打算食住呢條水開明星煮食節目。當然啊，冇辦法同阿鼎爺比較啦，因為鼎爺呢啲真係高深莫測。我同你講，即係我哋呢啲咧真係師奶仔啊！如果同阿鼎爺比，我咧就同佢哋簽咗13集，咁就每集有個嘉賓傾下偈食下嘢啫。咁啊，嘉賓嚟講咧就都係我喺娛樂圈啊僅餘嗰啲朋友啦，即係好似鄭中基啊、阿鄧麗欣啊。譬如我會做一 part 就係介紹劣食啊，即係我覺得揾錢好辛苦，咁如果中伏咧就好唔抵啊！新節目今個月底就開拍噶啦，除咗阿澤、鵬哥同廖碧兒都會加盟。鵬哥就同新聞主播做社會實驗，講社會雙重標準、愛投訴等等嘅問題，而廖碧兒就會同何國榮、李尚正發掘香港鮮為人知嘅寶物。即係大家都知道，我又中意跳舞唱歌啦，中意拍劇，其實就主持呢啲節目，喺唔同嘅平台見到我呢樣嘢，真係今年2017年一個好開始咯。而何國榮就話，新節目今個星期已經開工，香港人應該有多啲選擇，每間電視台都可以勤力拍到好嘢啊！